喺呢個節奏急速嘅香港，青少年經常要追趕自己嘅學業成績、課外活動表現、未來嘅發展路線，但係佢哋冇時間同空間去聯繫自己嘅情緒、身體同感受，久而久之，用言語去表達自身，亦慢慢變得不容易。有見及此，2025至2026年度 Power On 社區大使行動嘅主題係 Emotion Space 異母之間，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機會俾青少年以形體舞動作為媒介，以身體作為語言，學習去表達自己。一眾 Power On 社區大使會定期相聚於異母之間，探索點樣去聯繫自身，彼此互相鼓勵。異母共情之旅嘅真實足跡，就等我哋走入呢一班青少年 Power On 社區大使所創造嘅異母世界。Hello 大家好，我係 JJ。咁樣咧，我哋今次咧呢隻舞咧就非常之特別，我稱為就係 fusion 嘅，有啲 hip hop 啦。有啲可能嘅 content 啦 ，creative movement 啦，因為成個過程裏面咧都係呢班同學仔嘅心聲同埋係一齊創作嘅，所以你話有冇定一個 dance style 或者一個舞種咧？我哋會稱為一個多元化嘅係啦嘅一個作品咯。Hello， 我係天澤，今年 Form 3 15歲，上次生日就係呢個日期。我覺得天澤好可愛，好聰明，好多好似好奇怪 idea， 同時係好正嘅。佢會可能突然間冇電，可以啊！又突然間咧，嘭！係大家係咪？佢可能突然間行開，打埋個架先。同時佢嘅存在係非常重要，佢會令到成個氛圍突然間好開心。佢寫嘅好似聰明你哋。Hello， 我係 Tori。Tori 咧，如果唔同佢講嘢咧，就好 cool 㗎佢。同時咧，其實當佢玩熟咗啦，佢咧嗰種笑容咧會有少少含蓄嘅。佢嗰段咧，我哋係揀跳 hip hop 啦，係真係好襯佢咯。身邊嘅人話我係一個好好人，同埋好有責任心，同埋好好嘅聆聽者。咁我記得咧有一次就係大家 take break 啦，飲水啦。咁無端端 Tori 咧就去咗我書包嗰邊，佢拎咗我嘅水樽俾我，佢乜都冇講，跟住笑咗一笑。呢個嘅行為其實我一直記到而家咯。多謝 Tori。Hello， 我係 Ada。今年17歲啦，係個半成年啦。不嬲都好驚即興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完全冇 creativity。Opening 嘅時候，我哋會有棵樹，其實呢個故事咧就係嚟自 Ada 嘅。咁呢個許願樹咧，個意思就係無論你係咩性別啦、咩國籍啦、咩背景啦，其實大家咧都可以人人係平等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好，即係每個人咧都會係值得被尊重啊、包容啊等等。當佢一講呢個許願樹，我已經覺得一定要加呢一個佢嘅 belief 喺裏面啊，因為呢個就係佢嘅 belief 同佢嘅感受，覺得呢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用佢身體有嘗試同埋個音樂去配合成件事。記得佢咧又去問我點解可以係做拎住許願樹俾人一個 hope 或者俾人一個 colon 正能量嘅人，我就係信你，你就係可以咯，我相信你咯。而我好 feel 到呢個女仔係收到嗰種好單純啊，嗰種熱情啊，因為之後咧就會轉化落去咧就係無論世界會有啲乜嘢嘅變化，或者可能呢個 majority 想佢做啲乜嘢，佢都會去嘗試繼續 follow 佢嘅 heart 去走佢嘅 way。好感觸嘅位係我係真係可以喺過程中真正咁樣去做自己咯，變得勇敢咗，去多咗去嘗試，唔會一直去 judge 自己，一直去評判自己。Hello， 我係景瑜，係今次 Power On Project 負責其中一組排舞嘅排舞老師。咁
咁今次咧，佢哋呢個作品咧，主要都係想由佢哋自身經歷開始去出發先啦，想用一種係真係 collab 嘅形式去同佢哋合作，即係由佢哋嘅諗法開始，再去 connect 佢哋身體，然後再去揾一啲身體可以做啲咩咧嘅可能性先，然後再從中再喺大家之間去揾一啲 connection， 然後再去做表達咁。咁 Charmaine 咧，咁我就其實好耐之前已經識佢啦。Hello， 真係啊，Hi。出面上堂已經見過佢啦，我就覺得啊，呢個係一個好乖嘅妹妹啊，因為亦都好中意跳舞，佢身體都係一個好 well trained 嘅 dancer。參加今次計劃係因為我見到景瑜老師喺佢嘅 story 嗰度 post 咗啦，咁我自己又有啲興趣咁，同埋想識下唔同學校嘅朋友咁樣，所以我就參加咗呢個 program。同其他跳舞班最大嘅分別就係唔同嘅活動去俾你去觀察下自己嘅心情啊，或者去反思一下你自己嘅生活，亦都有好多唔同機會俾我哋去互相分享下我哋嘅感受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好特別咯。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就再深入認識咗佢啦，發現原來佢內心都有好多囉攣，好多小世界。鍾意諗可能日常嘅生活遇到嘅唔同嘢啦，然之後去反思下啊，我會覺得點樣呢？或者去再諗下啊嗰樣嘢對我有咩影響啊？情緒其實收埋咗好耐，或者係佢都唔知點表達，其實係好影響緊佢。揭開咗佢咁開心嘅一面，原來佢裡面其實係都有一啲問題需要處理啦，或者係佢都好想再釋放翻自己，喺度揾緊一個 way 去俾自己去 move on，可能係類似咁樣。咁所以記住，你係一個好有 potential 嘅 dancer 啦，身體好好，我都好中意你，成日都好勇於嘗試。咁所以你要好好保持住呢個態度，喺面對所有嘢都好，你要 keep 住呢一個好積極嘅心態，係啦，你得㗎。喂，你同鏡頭講下你今日去邊先啦？係今日去牛頭角排舞，排咩舞？呢個現代舞。第一次接觸啊，又練咗幾次啦？我覺得有少少難度，有啲動作好難做。好講一下呢個記憶力，因為到而家都未記清得晒啲細啊，好尷尬。可唔可以再一次？平時係一個比較內向嘅人啦，中意匿喺屋企度畫畫之類咁啦。係第一次接觸跳舞啦。咁一開始跳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自己跳得好渣啦。成效咧，呢個男仔咧，我記得第一次見佢咧，表面上好怕醜，佢就算好似唔係點講嘢，但係其實佢係好 focus。即係我一開始其實我都好擔心同埋好驚啦。其實成效你唔需要擔心自己記唔記到 step 啦，因為我覺得你裡面係一種好特別嘅特質，就係你自己當想去集中呈現，記唔記得有呢個動作咧？專注嘅時候，你係會將成個人嘅狀態已經融入咗入邊。
有一次朝頭早未瞓醒，跟住我鬧鐘就無端端播咗其中一首最中意嘅歌啦，跟住我就唔知點解就無端端彈起身，跟住一路準備返學就一路喺度跳舞。大家都好輕鬆咁樣跳緊咯，唔係為咗跳得好完美，都唔係為咗某個比賽，只係自己想跳，所以就去跳咯，即係好 enjoy。所以咧，我就開始唔會成日 judge 自己咯，開始真係用心去跳舞。跳舞嘅節奏咧，去調整我嘅呼吸，可以令到我喺學習嘅時候咧更加專注，減少我嘅不安同埋壓力。隨住我跳舞啦，自己應該要減少對自己嚴苛嘅要求啦，多啲自我欣賞啦。即係畢竟呢一個都係一個新嘗試啦。跳舞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冇人打擾到你嘅一個空間啦，所以就有啲好似進入咗呢個心流嘅狀態。情緒其實係一份禮物嚟嘅，當情緒嚟時，溫柔咁樣陪伴同埋擁抱佢咯。多謝佢哋，咁就成就呢一個作品，希望都俾佢哋一個全新嘅體驗啦。因為呢一個組合永遠都係只有一次，呢個作品係一齊大家共同去成就呢件事咯。你今個 show 幾時上啊？你同埋鏡頭講。7月11號7月11號，係咪啊？啱啊，好啊， 7月11號。咁你最尾有冇啲咩想同鏡頭講啊？拭目以待。